金蕉的假茎金蕉树身过去拢单调，国立中兴大学的团队研究就发现讲，假茎的纤维经过处理了后，是当来做泡面，也是日式建材，毋但无毒，阁有吉利、阁防狼的效果。对地下每一枚，这拢是破碎烘干了后的金蕉假树身，过去互当作农业废弃物，单调了后，真有可能造成虫害，也阁有污染。也毋过，国立中兴大学森林系经过2年的研究，发现金蕉假树身内底的纤维加入硫酸液化处理了后，会当转做新一道元醇，会当制作 PU 布泡体做绿色的建材。到甲茎，其实我们依照纤维的尺寸来说，有长纤维跟短纤维。那短纤维是就是最没有用的，对。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现在慢慢越来越细，到时候会呈现黑色的，会在那边那个样子。PU 布泡体就是泡棉，传统建材大部分加添甲醛，金蕉假树身制成的 PU 布泡体，毋但天然无毒，隔热防狼的效果更较好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台湾每一年金蕉的产量大约35万吨，99%以上内销，大约生产出100万吨的假树身。中兴大学森林系的学者评估，若全部投入绿色建材，会当产生600万吨的新一道元醇，通应付台湾建筑产业的需求。在建材部分，我们可以用在轻质板材或者是衣柜。像轻质板材来讲的话，可以使用在天花板、一般的汽车坐垫或是沙发坐垫，然后还有其他的缓冲的材料、包装材等等。目前金蕉假树身转换的新一道元醇，已经知影会当用伫咧建材当中的泡棉、天棚、沙拄仔，也有桌面。未来阁会当应用伫咧汽车椅子碰椅、进出口灰材包装等材料。这项研发最近也摕到绿色化学创意比赛大专组金奖，也带来农业废弃物变建材的新观点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